观世音菩萨，慈航普渡。这主要是供奉妈祖，天上圣母，旧的通济宫。这里铁线桥，金陵铁线桥。你看那个门牌是写铁线桥，现在叫铁线里啊。古代这个铁线港、铁线桥港很重要。这个北边还有那个乾南庙，附近还有新通济宫，还有新玄武殿。你看正北方乾南庙，